继续来看蔡英文，伫嘉义县市车队扫街，为这个水上乡来出发，带着家己党的立委候选人蔡意瑜，阁由这个嘉义县长来陪同，做伙来造势。伊来呼吁民众爱团结，伊向少年人来喊话，爱带着亲朋好友回家，嘉义的家，回家投票，做伙来守护台湾的主权。 民进党第二天伫嘉义县市联合造势，蔡总统对嘉义县水上乡出发。伊的新表立委候选人蔡英文甲嘉义县长洪忠良嘛陪车队扫街，热情的民众大喊当选。小英，小英，小英，当选，当选，当选！2020，台湾有赢！接下来是从我们华府 DC 回来的 Elaine。 还有是我们也是日本从大阪回来的阿翔 ，Hello。有6位分别对日本、加拿大、甲美国所在的青年投一处投票，嘛伫记者会中呼吁少年人爱去投票，共同守护台湾主权。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不一样，因为我这次看到从统促党在路边打台湾的学生，还有中国的军机绕台，甚至到反送中事件。那最后我看到中国国民党推出的不分区名单，让我觉得这个亡国感一定不是所谓的假议题。总统说这是民进党人在历史时刻不能够回避的责任，可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青年世代无论在世界何处都不能够回避的责任，所以我一定要回来，因为我知道勇敢自信，世界同行，这一切都从我们走进投票所投票开始。从他们的讲话当中，我可以听得出来，他们都有把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中，我们所讲的话，我们所讨论的议题，他们真的有用力思考过哈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次几乎是千山万水的回到了台湾。 强调守护台湾主权，强化国防，建立民主防护网，希望乡亲和蔡英文热情地胜选，民进党国会过半，台湾继续进步。